史記項羽本紀第一回，共45回。項籍者，夏上人也，字羽。初起時，年24，其貴父項梁，梁父即楚將項燕，為秦將王翦所錄者也。項氏世為楚將，封於項，故姓項氏。這段文字是對項羽名籍、字羽出身背景的簡要介紹。首先說明項羽的籍貫為夏上人，並指出他剛起兵反秦時的年齡是24歲。接着敘述其家族背景，點明他的叔父是項梁，而項梁的父親即楚國名將項燕，並交代項燕是在秦國統一戰爭中被秦將王翦所殺。最後補充項氏家族的歷史淵源，指出其家族世代擔任楚國將領，因受封於項地，故而以項為姓氏。這段文字以簡潔的筆法勾勒出項羽作為楚國將門之後的身世，並隱隱揭示其家族與秦國之間的國仇家恨，為其後來的反秦事業埋下伏筆。